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8，诗篇68篇19节安尼讲：主应该受称赞，伊日日陪咱的担，伊就是救咱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日日陪阮的担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悬至大、至圣至尊，牵得恶佬尊崇的独一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坐伫圣的宝座，做王统治万国。主啊，列邦拢要降服伫你，万民拢要趴落伫你的脚前。主啊，因为你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你要甲阮伫地。信实的上帝要做阮的悬台，全能的天父要做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。主啊，你实在担当阮的忧闷，陪阮的苦痛。主啊，你担当刑罚，阮得到平安；你受鞭拍，阮得到医好。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。你日日陪阮的重担，你就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